歡迎收睇新聞透視。行政局最近雖然通過將中巴嘅專利權再延長多2年，咁但係就提出咗一系列嘅附帶條件，加強監管中巴嘅運作㗎。其中最令人關注嘅呢，就要中巴將26條路線撥出嚟，俾另外一間公司經營。同時將來再唔受到利潤管制計劃保障，而動用資產呢，亦都先要經運輸署批准㗎。咁雖然中巴嘅專利權呢，其實一直都只係個別路線嘅專利權，但係港府就從來未有正式引入過競爭㗎。咁今次一次過就將26條線公開攞出嚟競投，其實唔單止係對中巴嘅影響好大啊，對其他嘅運輸機構呢，亦都係有一定嘅警惕作用㗎。每朝天未光，中巴嘅車隊已經陸續駛出廠房，開始佢哋新一日嘅工作。中巴喺香港經營巴士業務已經有59年，對於好多住喺香港島嘅居民嚟講，無論佢哋滿唔滿意，咁多年嚟，中巴都係佢哋主要依賴嘅公共交通工具。不過，到咗出年嘅9月1號，情況就會有啲唔同。有26條而家由中巴行走開嘅專利巴士線，到時呢就會由另外一間巴士公司接手經營。分割出嚟嘅26條線，舊年替中巴帶嚟總共6200萬嘅乘客人次，佔佢哋總載客量23%。以營業額計算，就有1億6千萬，亦都係佔咗總營業額21%。港府今次將一批原本由一間公司經營開嘅專利巴士線攞出嚟，俾另外一間公司經營，有限度咁樣開放專利巴士市場。喺香港嘅運輸政策上邊呢，可以講係史無前例嘅一次突破。因為過去咧就係比較着重即係政府嚟到監察啊、指導啊等等。咁其實呢個咧就係成本相當重嘅，投入嘅資源唔少嘅。咁就希望隨著競爭咧，就係巴士公司裏邊咧，就即係能夠自動自覺咁樣咧，就回應到市民嘅不斷所有需求。因為以前咧就係淨係需要多啲嘅巴士就夠啦，但係隨着經濟嘅發展啦，同埋即係市民嗰個嘅需要咧，數量咧亦都唔係絕對重要。雖然係重要，唔係絕對重要，但係主要咧就係個質素問題啦。任何一個經營者，如果佢唔能夠俾好嘅服務，佢收不合理高嘅費用，係好有可能係被淘汰。已經超越半個世紀歷史嘅中巴係喺1923年創立㗎。到咗1933年，港府修改專利巴士條例，中巴成功投得港島區嘅專利權。50、60年代，中巴發展蓬勃，喺1962年已經擁有315部單層巴士。喺同一時候，第一部雙層巴士亦都喺香港出現。踏入70年代，香港人口膨脹，經濟活動開始活躍，加上海底隧道通車，帶俾中巴新嘅發展機會。咁為咗提高載客量、改善效率，當時嘅中巴頗為積極進取㗎，率先將舊嘅單層巴士改做雙層。到咗1976年，中巴車隊裏邊已經再揾唔到單層巴士啦。迎接80年代，中巴亦都估計到需要進一步提高巴士嘅載客量。喺1979年，中巴帶頭諗出一款新嘅3軸巴士。咁睇嚟，中巴係曾經積極過㗎。不過喺80年代中開始就停滯不前。事實上，自從地鐵港島線喺85年通車之後，中巴嘅載客量開始逐年遞減，由84年高峰嘅3億5千萬人次，跌到舊年只係得2億8千萬人次。曾經喺82年至到90年出任交通諮詢委員會委員嘅鄭會友認為，中巴今日嘅命運係因為冇因應環境作出轉變。我個人覺得咧，就係當政府透露咗話有意思係建設地下鐵路嘅時候咧，中巴就已經係好似停咗喺度，已經就係採取觀望嘅態度。我相信觀望得太長啦，因為你香港島亦都有佢嗰個嘅發展嗰個嘅機會嘅。譬如你話將本身嗰個舊有巴士轉為冷氣巴士，呢個亦都係一個發展嘅機會嚟嘅。咁
即係要睇你整個公司嗰個策略嘅問題啦。你嗰個經營策略，你唔可以話因為我淨係喺香港島行走呢個巴士嘅服務，所以咧我就固步自封啦，完全就好似放棄咗個前景咁樣。實際上係有前景嘅。另外，80年代發生嘅連串事件，亦都暴露咗中巴喺經營上邊嘅漏洞，引起各界關心中巴嘅管理問題。83年10月，一架中巴喺石澳失事，引致18個乘客受傷。後嚟發現係由於編更混亂，一啲中巴司機睡眠不足都要開工。84年1月，一架中巴喺跑馬地鏟上行人路，造成6死8傷。調查發現，失事嘅原因係巴士維修有人為疏忽，駕車嘅轉向系統失靈。83年，中巴副監理顏傑強被廉署拘控，指佢借住買入車胎非法收受回佣，後嚟罪名唔成立。跟住又發現中巴內部有集團專偷錢箱嘅錢。多年嚟，顏氏家族獨攬中巴管理大權，家族利益同小股東嘅利益好多時都有衝突。喺近幾年嘅股東大會上邊，就經常有小股東質詢中巴嘅帳目同埋管理問題，仲同顏氏家族針鋒相對。顏潔瑩董事啊，本公司嘅法律顧問咧，應該咧有利益關係咧，應該希望咧大面咧能夠列出本公司給予顏潔瑩董事嘅律師顧問費幾多咧，應該列出嚟，詳細列出嚟。我係請你哋各位靜啲好嘛，手一啲最好嘛。喺89年，中巴司機因為不滿退休金太少，最後搞到要罷工，資方先至肯讓步。呢一次工潮之後，港府運輸科、兩局交通小組同交通諮詢委員會都盡力試圖迫使中巴作出內部嘅改善，並且要求佢哋聘請一個總經理負責上下溝通。不過中巴始終冇全部執行。正當越嚟越多人開始懷疑中巴係唔係有興趣繼續喺香港島維持有系統嘅巴士服務嘅時候，港府就喺舊年年中將中巴一條已經取消咗嘅麥當勞路線攞出嚟公開競投。由於呢條路線本身乘客量唔多，對中巴可以話係冇乜嘢影響。但係遲啲分拆出嘅26條線，有南區線，又有過海隧道線，到時嘅情況就會好唔同。港府對有專利權嘅中巴實施一系列嘅措施，咁係咪意味住其他公共事業機構如果服務欠佳，一樣係會被開刀呢？希望對將來或者目前經營者都起一定嘅作用，即係話如果佢經營不善，佢對市民嘅服務唔能夠提供到滿足嘅服務、滿意嘅服務咧，佢嘅經營係受到威脅咧，咁咧我哋就覺得咧係已經達到呢個目的。即係唔係淨止刺激中巴咁簡單啦，即係就希望咧就係隨着一個嘅良性嘅競爭咧，整體咁樣提供即係提高即係巴士嘅服務。而家係時候睇落去咧，就係有啲突破啦，即係可能咧就係真係視乎路線嘅專利而嚟到做根據，因為咧佢係攞嗰啲路線出嚟俾人哋競投。可能有啲公司係喺九龍嗰邊過嚟，或者可能喺其他地方過嚟都唔定。中巴由60年代嘅全盛期發展到今日，要面對縮減業務嘅威脅。呢一個由顏成坤一手創立嘅巴士王國，會唔會就此沒落呢？我覺得係一個幾惋惜嘅一件事件嚟嘅。但係呢，我哋亦都要知道咧，社會係進步嘅，我哋唔可以話。因為某間公司比較保守，我哋跟翻佢保守，我哋要前進嘅。咁就前進嘅過程之中咧，就一定咧就係要堅持個步伐啦，引入呢個有限度競爭嚟，希望嗰個服務能夠得到改良。嗱，中巴要喺下個月2號之前呢，就要就新專利權嘅安排向政府作出回應啦。我哋曾經多次接觸中巴，但係佢哋一直拒絕接受訪問，所以我哋無從了